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11月2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6篇，历代记志下卷18章12节到22节，希伯来书第9章23到2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圣所。礼拜堂的建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为什么需要盖圣殿？圣经明白地告诉我们，上帝不需要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里面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盖礼拜堂呢？牧师常常提醒兄姐，礼拜堂的兴建呢，不是目的。敬拜上帝成为众人祷告的中心才是目的。人们能够用心的服侍，诚心的敬拜，彼此的相爱才是目的。这样圣殿就成了真实敬拜上帝的地方，否则的话，礼拜堂只不过是一间建筑物而已。历代志下卷18章12节到22节这样的提到。这时那去召米该亚来的官员对米该亚说，所有的先知都异口同声说王会成功，你最好也说吉祥的话。但米该亚说，我指着永生上主发誓，上帝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。米该亚对亚哈王到亚哈王的面前的时候，王问他，米该亚，约沙法王和我该不该去攻打拉末？米该亚回答，你去打吧，你会打胜，上主会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。但亚哈说，你奉上主的名对我说话要诚实，这话要跟你说多少遍呢？米该亚说，我看见以色列的军队四散在山野间，好像羊群没有牧人。上主就说，这些人没有领袖，叫他们平平安安的回老家去吧。亚哈对约沙法说，我不是说过他从来没有说过吉祥的话？我看见他总是说凶险的话。米该亚继续说，请听上主的话说，我看见上主坐在天上的宝座上，左右站着他所有的天使。上主问，谁要去骗亚哈，让他到拉末去送死呢？有的这样说，有的那样说。后来有一个灵上前到上主的面前说，我去骗他。上主说，你怎么骗了法？那灵就说，我要使亚哈所有的先知说谎。上主说，去吧，你去骗他，一定成功。米该亚最后说，这就是事情的经过。上主使你的先知对你说谎，而他已经命令你遭遇灾祸。米该亚先知诚实的对亚哈王说话，因为那是上帝交代他所说的真实的预言，并且宣告说，请听我上主的话。我看见上主坐在天上的宝座上，左右站着他所有的天使。心中有上帝，诚心敬拜的人才能够看见上帝的宝座之圣所。能不能成为圣殿，是因为有没有上帝。耶稣基督不是要进入人的手所造的这个圣所，因为那不是真的圣所。还要进入的是天上的真的圣所，因为那是上帝宝座所在之处，是真的圣所。希伯来书第9章23节到28节这样说道，这些仿照天上的样式所造的器皿必须用这方法洁净，但是天上的器皿必须要用更好的祭物去洁净。基督并没有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，那不过是真圣所的副本。他进到天上，替我们站在上帝的面前，
犹太人的大祭司每年带着生祭的血进入到至圣所，但是基督无需多次献上自己，否则的话，创世以来他就得多次忍受苦难了。基督一次献上自己就可以了，就尽了全功。在这末世，他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来洁净罪。到的时候，人人必有一死，死后有上帝的审判。同样的，基督也一次的献上，除掉了许多人的罪。他要再一次的显现，不是为了要对付罪，而是来拯救迫切等候他的人。基督一次的献上自己，成为了活祭，为世人的罪献上，使相信并接受救恩的人罪得赦免，得到洁净的恩典。诗篇46篇。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，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因此，纵使大地震动，高山崩塌，坠入大洋，纵使怒涛澎湃，群山震撼，我们也不惊慌。有一道河流把喜乐带到上帝的城，到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上帝住在那城，城绝不至于倾覆。天一亮，上帝的救援就要临到。列国站立，万邦骚动。上帝一发命令，大地就消融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与我们同在。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。来吧，来看上主的作为，看他在地上所做的奇事。他平息于世界的战乱，他折弓短枪，用火烧毁盾牌。他说要停止战争，承认我是上帝。我在万国被尊崇，我在地上被敬奉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与我们同在。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。感谢上帝赐下救恩，使我们能够依靠基督的恩典来得到赦免之恩。求主帮助我们追求真圣所，诚心的敬拜上帝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